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今仔日7月半中元节，有真侪人家庙事甲公家机关，拢团甲进澎湃、进青草来拜好兄弟仔，祈求平安。啊，随着时代的改变，拜好兄弟仔的物件嘛真对着时代哦。而个家己甚至有这个庙事，嘛来拜宠物鸟狗的娘室，也阁有建设公司拜翠安、快台街、甲清关1号，希望疫情会当早日过去。啊，若拜汽水食，讲是希望这个业绩会当水甲不破。旧历7月时啊，鬼门开，中元节普渡大拜拜，城隍庙头前摆真侪供品，边啊阁有摆红圆仔牛铃喙啊含喙烂筋啊，搁加加供到冒一支一支的牛铃杆啊，啊若看伊边啊，甚至是宝贝动物的粮食含罐头，看会出狗仔含猫啊，对现代人来讲真重要。虽然来到公家单位，大家甲一支一支香插伫咧供品，虔诚祈祷拜拜，桌顶闹泡面、果子、冒青色的乖乖，祈求电子产品卖速度。之前同仁他们就是有这个活动，我们就是继续维持这样。同款注重中元节的各生理人，希望业绩强滚。公道顶阁特别放美露，希望业绩的数字水解不破。另外，翠暗、快台汽车、消毒酒精，甚至是清关1号拢会当拜。希望说我们疫情能够赶快退去，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好兄弟能够保佑我们国泰民安。旧历7月15号中元节，真侪人拢会选择了这天普渡，不管拜什么供品，上重要的是有心意就好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